好多朋友請翡翠嘅時候咧，都會喺顏色同埋種水之間糾結。種水好嘅顏色又差啲，顏色好嘅好似種水又唔夠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種色兼備嘅貨型咧，生成咩樣。首先就睇福祿葫蘆，都幾咁辣嘅一個顏色，成個嘅綠係咪已經係滿滿嘅？好多時候大家講嘅珠寶感咧，就係有種有色嘅貨。特別你睇下呢件已經係起晒熒光嘅一件貨，你喺每一個角度睇佢光感都唔同。首先佢嘅種水係非常在線嘅，所以咧揀種色兼備嘅貨嘅時候，依然都係種水行先。除咗葫蘆以外咧，分享下巫士牌啦。冰種嘅葫蘆牌，你睇上去佢嘅意境係唔係好飄逸、好有靈動感？有種水嘅巫士牌咧，佢嗰種光透感咧，令到你戴上去係好有光彩嘅。所以唔係話顏色辣綠就係好。冰種帶色嘅，佢更高貴。另外，種色兼備嘅如意生成咩樣？呢個呢，就係非常之好嘅代表啦，好有膠感，顏色好均勻，好有漸變嘅綠，佢戴上去係好有春天嘅嗰種大自然嘅生機。另外仲有滿色嘅呢種大打面啦，都係冰種嘅透綠。另外中意種色兼備嘅佛宮嘅朋友，不妨可以揀下，好似呢個咁樣啦，兔類藏金，仲有一啲係滿色嘅咁辣綠均勻嘅顏色。呢一件呢就厚嘟一啲嘅，佢嘅肚更加綠啲。呢種就係種色兼備嘅佛宮嘅代表啦。我哋做貨咁多年，就一個原則。就係做一啲你帶出嚟有面子、收起身有底氣、經得起歲月嘅品質貨。夏天馬上就到啦，不妨可以同自己增添一件冰冰涼涼嘅品質種水貨。關注錢錢請翡翠，唔踩坑。